主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刚才奴才到慈航药铺去传话，药铺的掌柜跟我说李少侠他失踪了，易魂失踪了。啊！药铺的掌柜说，李少侠的哥哥现在急得团团转，正在安排人四处寻找呢。来吧。不是吧？你去给我拿2个白馒头。哟，那你想吃什么呀？哦，您不会以为您还在天下第1楼上冲大爷呢吧？妈妈，我刚才在9楼对您多有不敬，但是您别忘了，我还孝敬了您2锭金元宝呢。所以呀，我才来给你送2个馒头啊。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。2个馒头换2个金元宝，这馒头也是我见过最贵的了。不过有馒头总比没有强，起码不会被饿死。吃。这些馒头里再加几片烤鸭，哇，那烤鸭的肥油在嘴里流淌着。哟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只想着吃呢？哎，你就不怕这是你最后一顿晚餐？怕怎么办啊？怕也得吃啊，总不能这样等死吧？妈妈，其实这京城啊有不少小肥羊，都被我宰过。我在住处啊还藏了些钱，要不然咱俩平分？不行，64，我4你6行了吧？不行，你就是全给我，我也不敢放了你啊！哎呀，这钱再多，没命花了，也没意思了，不是？妈妈，哎呀，求求您了，您说杀了我容易，但是你们把我留着有用啊！京城肥羊那么多，我出去帮你们抓肥羊啊，回头那钱全都给你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放了我啊！哎呀，你这小丫头啊，果然是有点意思。妈妈我呀，训练了那么多女孩子，她们也全是中堂大人千挑万选出来的。可是她们呀，没有一个有你的美貌，也没有一个像你这么机灵。所以妈妈，你这意思是可以放了我了？哎呦，我哪敢放了你呀！哎，不过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。也不能白收了你的金元宝，不是？我今天呀，就是来给你指条生路的。妈妈，请说。